台南复兴大饭店开业10周年，特别在今年暑假推出10年一见百感体验全新改装豪华客房专案，以和洋房风格的日式设计，并以温润木质地板取代传统地毯，更新增了和式客厅，为入住旅客规划全新且独立的休憩空间。10年一见百感体验，台南复兴大饭店迎来开业10周年，进行豪华客房的一个全面改装。引进日式风格的设计，打造一个全新的和式客厅，让旅客呢有更悠闲充分的一个休憩空间。同时，为迎接暑假期间亲子旅游热潮，台南复兴大饭店更贴心推出知名寝具床垫品牌家床服务，打造舒适安稳的睡眠环境。迎接暑假亲子的一个到来，我们也提供棉豆腐旗下知名品牌棉豆皮的一个家床服务，可以提供第3、第4人的一个寝具使用。那也推出一个优惠专案，3588不含早餐，以及或者1博205280，来提供我们更多一个消费者来抢先体验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客房的一个空间。台南复兴大饭店位于府城旧城区的商业中心，周围有许多历史古迹、旅游景点、知名商圈、夜市等，交通便利，购物方便，是许多亲子家庭、商务旅客的优先选择。这次的10年一见百感体验，更推出了豪华客房不含早餐或是1博20专案，提供消费者自行选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